大家好，今天为大家说明一个常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籍女性在老挝生育且没有合法登记的丈夫时，在带孩子返回中国之前，通常需要先进行母子 DNA 亲子鉴定？这主要与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出入境管理规定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政策有关。孩子在中国境外出生时，若要申请中国旅行证或办理落户，中国使领馆必须确认这个孩子与申请人母亲之间确实存在真实的血缘关系，以防范人口拐卖、身份冒用、非法代孕或儿童身份不明等风险。如果母亲未婚，没有合法的结婚证与父亲信息，仅凭老挝当地的出生证明往往不足以作为充分的法律依据。因此，使领馆通常会要求提供 Mother-Child DNA 亲子鉴定报告，作为最直接、最科学的身份确认方式。一般流程如下：一、由母亲和孩子采集生物样本，如血液或口腔试子；二、在具备国际资质的实验室进行检测；三、出具包含专业认证、签名与盖章的鉴定报告；四、将报告提交中国使领馆，用于办理孩子的旅行证、护照或回国手续。这个程序看似严格，但其核心目的是保障儿童合法权益，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在身份清晰、受法律保护的前提下回到中国。希望以上说明能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相关规定。如需进一步了解，建议咨询中国驻老挝使领馆或正规 DNA 实验室。谢谢大家。